心底，谢谢。融化了美丽的回忆。那枚戒指后来找到了吗？戒指？哦，没有。那，你跟你前女友就不能复合了吧？听说她已经回老家了，而且还交了新男友。祝她幸福。特别为她高兴。不是为啥高兴？喜欢吗？喜欢，是我说过最好的一家。我是说我。你喜欢我吗，罗大淼？无论是晴雨，有什么风景，等着你来我梦里。你是认真的吗？田野或荒地，还有银河里。看把你给吓的，当然不是认真的啦。过年了嘛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反正春晚也那么无聊，对吧？那什么，你还值班吧？那我先撤了。我今天不值班。啊？我是留下人陪他们过节，这回来没事了。哦，那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亚楠姐。3月，师傅出事儿了。啊？刚才警察联系老高，但他在外地回不来，办公室没人，我得赶紧赶过去。啊？你能去趟派出所吗？我可以啊。那行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说啊。啊，好，放心吧，亚楠姐啊。我有事得先走了，饭盒我下次再来拿吧。拜拜。3月。啊3点发了。新年快乐。你在这儿稍等一下，师傅。李警官，刘清明家属来了。我师傅他怎么了？你就是刘清明家属？对。机场工作人员说他端了盘饺子，在机场晃来晃去，说是来接儿子的，但是今天没有他说那个航班，所以就报了警。我们从他手机里找到他儿子的联系方式，一直联系不到。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？去吧。谢谢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这就是儿子发给我的航班号，北京到海疆，怎么会错呢？我这还有登机牌。你看，我饺子都煮好了，我在机场等了他半天，也不见他人。你说他去哪儿了呢？还没落地呢。今晚飞机多，排队排得久了一些。飞机也排队呀？咱们回家等吧，回家等也是一样的。就在这儿等。一会儿饺子凉了还怎么吃啊？凉饺子吃了会拉肚子的。对，咱们回家吧。走。没事了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啊，去吧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了。没事，应该的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照顾好啊。
还在这儿？给您洗了水果，您多吃点，师傅。您快走吧，待会儿我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就回来了，我们一大家团圆，你在这儿算怎么回事？行，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，师傅。我是您的徒弟赵三月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怎么那么啰嗦呀？赶紧走。走了，师傅。这么久的机票，2014年。喂，在哪儿呢你？我值班呢，怎么了？我们在你单位门口呢。啊，你在那儿干嘛？出来一趟。